想要挖洞给我跳，整天。我要小贤还是维尔？可惜啦，问迄啥物便宜问题啊？当做恁爸是3岁囡仔啊，小编。什么叫做我要小贤还是维尔？小朋友、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2个都要。想要挖洞给我跳，整天规工想空想胖，想要乌窟仔互我跳，要甲我害。以为恁爸会上当吗？不可能，想害我，哼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吗？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吗？我讲给你听。我来告诉你们，很多小编都非常的险恶，很险恶。他现在先出这个问题，丢这个炸弹出来给我，只要我回答错了，不管我选维尔还是我选小贤，只要我讲错一件事情，明天开始大做文章。昨天某直播主，某一种水果的直播主，在直播上公然哦，他会写得很惊悚哦，他会给你写得很惊悚哦，公然哦直播哦调戏某主播哦，或者是调戏某女艺人哦，然后嫌弃谁，然后公开对谁示爱，旁边就多一个那个哦。旁边多一个那个手哦，惊悚的手，然后用红色的圈圈，白色的字，然后红底这样，用一个很大一个这样，然后被人个出代志啊，我就出事了哦，想要害我哦，好险，我实在太聪明了，我真的是太聪明了，没有被他害。